自戀型嘅人咧，其實好多時都會上到位嘅，都會做到個領導層嘅角色。喺好多情況上面嚟講咧，我哋作為下屬啦，首先要知道一樣嘢就係，即使你個團隊入面有一個比較自戀嘅領袖都好啦，但係唔代表呢一班嘅領袖係冇能力嘅嚇，亦都唔代表佢哋個唔識得帶領佢哋嘅團隊嘅。因為有好多唔同嘅研究咧，都俾我哋知道，其實即使係自戀型人格嘅一個領導層啦，或者領導者啦，其實佢哋都係有能力嘅，喺個工作上面有能力啦，又或者喺個團隊上面咧，都帶到啲成績出嚟，去俾公司嘅管理層啦，或者其他嘅部門見到嘅。但係最大嘅問題係啲咩咧？就係呢啲自戀型嘅領袖或者上司咧，佢哋欠缺咗所謂人性化嘅嗰個元素嘅。所以畫面上都大家見到啦，即使可能佢哋帶到一啲好好嘅成績出嚟啦，但係自戀型呢啲嘅上司咧，呢啲嘅領導咧，所帶嚟嘅損害咧，亦都係非常之嚴重㗎。包括佢哋嘅下屬個工作嘅滿意度係會大大咁樣下降啦，心理健康如是啦，甚至係嗰個職涯上面嘅發展，呢個可以講多少少嘅。因為好多情況下，自戀型嘅上司，大家先聽過啦，就係話佢好容易去邀功啦，去攞彩啦，甚至係會利用到啲下屬啦。咁所以變相，如果你係一個好想喺呢個團隊入面去發展自己嗰個我哋叫做個人嘅職涯嘅話咧，空間係相對上係窄少少嘅，相對上冇咁多機會，因為啲機會已經俾晒個上司去攞晒啊嘛。咁就會影響到員工個人嘅發展啦，係啦。咁而最第一個我哋叫做反生產工作行為咧，包括係一啲職場上面嘅衝突啊、欺凌、霸凌嘅行為啊，咁呢一啲咧係反而會上升嘅。咁一陣間我哋都會講多少少，究竟呢一啲反生產工作行為嘅係啲咩咧？嗱，但係畫面上嗰個見到嘅嗰個損害咧，其實係非常之大嘅。如果有呢一個嘅自戀型上司去帶領一個團隊嘅話，而最大嘅問題就係咧，呢一班上司咧，佢哋未發現到自己嘅問題嘅，係啦。好多情況下就係我哋作為下屬先會 feel 到，先會知道呢一啲嘅影響，呢啲人格上面咧係會好影響成個團隊上面嘅生態啦，係啦。咁我哋係啦，畫面上嗰個再一次見到頭先我所講嘅亞臨床階段嘅治療，就講 subclinical 啦。subclinical 再次強調啦，佢唔係一個確診咗嘅一個疾病咧，唔係一個心理疾病嚟嘅，佢只係一個現象嚟嘅，就係講緊可能特別喺職場上面咧，我哋充斥住好多擁有自戀型人格嘅特徵嘅人但係佢哋未恆常到被確診一個人格上面嘅障礙啦。